엄마 홍바들을 걸어봐 마서도 홍 엄마 홍바들을 걸어봐 마서도 엄마 홍바들을 걸어봐 마서도 홍야 大家好，今天我在不丹的莲花生大师的出生的圣地，然后这个圣地呢非常特别的，然后呢就是现在这里也有很多的旅客，还有朝圣者都前来这里参观。然后呢，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莲师八宾当中，莲师多吉珠罗的这个圣地。然后当时这个在这边的那种不丹的古人，本身不丹是一个莲师的特别的一个圣地，再加上他们对莲师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然后呢，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岩石上。那么坚固的，那么的雄伟的，那么特别的一个建筑，已经是世界级的，也是世界的一个奇迹，建筑的一个奇迹了。现在已经是全球有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再加上呢，我们这边呢，就是看到这个莲师当时呢，其实是还没有来到西藏之前呢，先来到尼泊尔，然后呢，有一个说法是也先来过不丹。反正呢，就是这个先后都有来过这里，这里有很多的莲师的这个圣地，其中一个就是这边的，这个叫做大仓，就是这个老虎的虎，虎须洞或者什么的啊，然后这个藏文叫做大仓，不丹的宗喀语也是大仓一样，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到了另一个阶段，我们刚刚一个很靠近，可是现在这个还有很长的路。那个当时没有那么宽的路啊，那个安全的措施的情况下，这边就是怎么建立出来的，其实我们都难以想象了。反正呢，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越来越靠近了。现在就来到这个下面了，所以呢，就我们在这边先照顾它。对，大概就现在就又在跟太阳一起了，还要继续爬。好 ，OK，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瀑布啊，还有这边是一起走进佛母的圣地啊，好，可以。是的，小个瀑布。哦。这个水晶的，这个瀑布的名字叫做水晶的瀑布啊，他们说先干，水晶，非常好听的名字，对吧？这个是三界瀑，狮子洞，穴洞的洞。然后这里是，其实我们再过两个星期后啊，在悉尼要办的那个莲师7品7贤王当中，就有大仓三界30该场斗。大仓就是老虎洞或穴洞，三界就是狮子，30就是如意，该场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山边的。和这个闭关的这个山东的概念，独比没得就是蒙来的外道，还有独就是谢木然后豆就是相夫，密亲就是圣地，书生的圣地，刚就是雪山，扎就是岩石，而且第二亲壁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这个。很多的大的府长就在这里，为什么呢？马翁宁米，马翁就是为了宁米就是魔法，仙境就是魔法的忠诚，突击这就是莲师呢，为了慈悲我们魔法的忠诚。那个时候的莲师叫多吉卓勒，莲师多吉卓勒，莲师8品的其中一个，索尔万的就是7星莲师多吉卓勒。然后在下面呢，就是有一个说明是。
这个地方是看住也是走的，现在他这个我干啥子他这个研究啊，就各里的面积高嘛，都干高嘛。看住就是莲石嘛，那个空心木，一起做这空心木，在这里闭关的方式修普把金刚，所以呢，这个就是莲花，这个一起做这佛木的圣地了啊。再我们就是继续往这边的话，那就是真正的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我们刚刚呢，就是去到了这上面的这个里面呢，有非常非常特别的2个这个大雄宝殿，怎么说呢？反正里面有莲石，说话莲石的一个佛像，这个也是几百年前建造的啊，就是非常殊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上面呢也有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当时闭关修持那个普把金刚的山洞，而且这个山洞呢每年只有一次，这个一次只有一天，就是藏历的5月份才能见到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在这个门口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面，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有受菩萨戒，还有七层莲花生大师念诵这个莲石心咒和莲石七品七经文、莲石七句七经文。那现在呢，还有这个地方呢，当时法王如意宝也来过了，其实那个时候这个很难以想象，但是当时是不但这个王的这个皇宫啊，特别安排他们的这个部队啊，然后就是安排，然后就法王如意宝邀请到这里，在这里从法王如意宝的产品当中呢，一服装的一个特别的服装，也就是一个莲石多吉珠罗的这个衣柜，也是从这里取出的。所以这里呢，如果我们有能力像这些高僧大德一样的境界的话呢，也许随时随地可以取出宝贵的服装。阿弥陀佛。大家看一下，本来的这个就是在那边，但是这个呢，现在好一点，以前呢根本没有真的我们一般的一个人类可以走的一个路了啊，而且那个呢就是这样的。他说我们现在呢到了这个半山腰啊，还是那个虎穴洞、虎穴寺的，就是对面的，不是对面就是下面。但是其实我们刚刚走路差不多就是1个多小时了，终于到这里，还往下要继续走。重点是就是从这里看到的那个样子，我想给你们看一下，谢谢。可以了。那呢，我就是买了一个今年的一个特别意义的，经常我很少那种去这个旅游景点那样，因为有时候买东西买多了就变成一个负担。但是这次我就特别喜欢了啊，就是这样。这个店就是在这里啊，你看，就是这个小店里面就是专门是卖这些纪念品的。我们已经这个到了对面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这边也是非常清楚的看得到整个。但是最主要是我就是说的是那个现在一棵树挡掉的那个后面的那些岩石上，那个什么建造那些建筑啊，其实没有任何的现代的那种科学的技术的情况下，非常难以想象了啊！但是这是一个我说现在谈的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从观光的角度说的啊。当然呢，对于这个莲花生大师有信心的人来讲的话呢，它的真正的意义当然不在于这个啊。
但是另外一个呢，为什么不丹人在这里建造那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寺庙呢？因为他们这个根本的动力在于他们的对这个信仰的虔诚，对莲社的虔诚。因为这边就是本身是莲社的闭关的这个修这个普法金刚的地方，所以呢才有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不能忽略信仰的力量。再加上呢，现在呀，这个成千上万个四门八方的这些人来到这里呢，他们内心获得平静、快乐、震撼，真正的也有更多人就是能找到内心的最究竟的自在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当然，这个周围啊，所有的非常这个没有被这些外在的现在的很多的这个现代文明的污染了，所以特别殊胜的地方。再加上我们从这个角度也看得到莲花大师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原理和价值力。我们一般人呢，什么时候生的，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老了，自己也可能不知道。所以莲花生大师呢，从这么1000年前来过一次这里，待过这里几个月，但是呢，现在还是这么一个国家的这个精神支柱，就是这个地方都是现在这个不丹这个地方的最殊胜、最特别的地方。所以呢，莲花生大师这个地方呢，当然对不丹也带来经济上的很多的这个好处。所以呢，很多我觉得出世经各方面的。这边就是不丹人真正的现在在享受着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价值力。我们来到这里，也就是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法喜充满的一个状态。所以希望大家有空有因缘具足的情况下，下次要来这边。那我在这里呢，最后做一个回想你们也虽然人不在一起，我们的内心可以在一起。我반정체그 준다 당 고다 고제 차당 신가서 기견 전조 성보 준다와 된다 코너를 다서 여월쇼 아홍 맞을 구루 빼마스디 홍 Namo